千万不要对于所属的公务员传达一个错误的讯息，应该要协助他。韩国瑜市长他面临的是2个身份，一个他是这个罢免案的被罢免人，站在被罢免人的立场上，他是有理由为自己来辩护，他同时呢也有理由来呼吁他的选民做一定的这个表态。但是另外一个他是高雄市的市长，他要率领所有的公务人员要依法行政。那尤其是我们选务有很多必须要跟地方政府互相来配合，所以在这个立场上，我希望地方的首长也必须要兼顾他这一方面的一个责任千万不要对于所属的公务员传达一个错误的讯息，应该要协助他们能够依法行政，能够坚守立场。公民的投票权，这从宪法到我们的一般的法律呢都有明文的规定。那每一个人尤其是身为公务人员，大概对于法律的规定都应该会相当的熟悉。我们希望大家都不要因为这个案子去触犯到任何的法律让这个案子可以非常平顺的、完全尊重公民的意愿的情况之下来进行。好，谢谢大家，谢谢。6号罢韩案，我的内心非常的清楚，法律上赋予了我们人民选举罢免的权利。我们这个团队，第一不贪污，第二不炒土地，第三不包工程，全心全意打拼为高雄。各位好朋友，你好，我是韩国瑜，感谢大家对6月6号罢免韩国瑜这个案子非常的关心。很多人都问我到底在想什么，所以今天第一次向大家报告，大概也会是最后一次向大家报告。6月6号罢韩案，我的内心非常的清楚，法律上赋予了我们人民选举罢免的权利，所以选举罢免，我个人完全的尊重。我们这个团队，第一不贪污，第二不炒土地，第三不包工程，全心全意打拼为高雄。我们每一项工作都认真的做，而且清廉有效，很多市民朋友都可以感受得到。所以对于这些罢韩团体，我从来不正面回答。我个人认为，高雄市几十年的发展是吃了亏了。为什么？政府过度的重北轻南，高雄有很多的资源，很多的条件没有完全放出来。高雄市有巨大的潜力，没有完全的发挥。所以这1年半，高雄市民朋友应该非常的清楚，全台湾最让大家关切、重视就是高雄。宣传整个城市的光与热，可以说响遍了全世界的华人圈。我们这个团队为市民打拼，我们真的是问心无愧。其实市民朋友自己要去思考。至于罢韩团体，我们就是一句话：所有外县市的好朋友，6月6号这一天，拜托不要来高雄，请你关心韩国瑜就可以了，不要付诸行动。来了高雄，没有必要会造成更多其他的想象空间，不必要。第二，高雄是支持韩国瑜的好朋友，请你不要出来投票，出来监票就好。第三，所有支持韩国瑜的好朋友都非常的清楚，站在那里被罢免的，有的是被鼓噪出来的，所以支持韩国瑜的好朋友，我们有信心不出来投。高雄市是不是改变了？大家自己仔细去观察一下。我对高雄的未来充满了信心，也充满了乐观。我认为，只要我们团结合作，高雄一样可以蓬勃发展。亲爱的好朋友，谢谢您对韩国瑜的关心，非常感谢大家，谢谢。